尋日啦就利用咗指標啦，例如係相對強弱指數同埋布林線咧，去同大家分析就係比特幣咧有一個嚴重超賣嘅情況，就會好容易出現一個大跌嘅狀態。咁但係去到今朝嘅時候咧，其實比特幣咧就出現咗一個向上插針嘅局面啦，咁啊令到市場好多嘅投資者就以為比特幣係要突破啦。咁但係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假突破嚟嘅。而至於出現呢個假突破嘅主要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季度期權嘅清算咧即將就要降臨㗎啦。咁所以我今日咧就用多少少季度期權嘅數據咧，去同大家講下呢啲咩真假突破嘅由來咧，究竟係點樣去出現嘅？嗱，比特幣咧首先就係插咗一支針上去75,900幾蚊啦。咁其實咧呢一支針咧好明顯咧就係一個假突破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如果真正嘅突破嘅話咧，其實佢係會配合一個非常龐大嘅買入成交量。咁但係其實咧佢嘅成交量唔算話非常之龐大嘅。OK， 咁即係話其實咧佢做呢一波嘅上升啦，最主要咧係要清算一啲空頭嘅倉位。嗱，咁我今日咧就想分享一篇新聞俾大家睇下，我自己覺得係幾有道理嘅。咁就係有一位分析師啦，咁佢就判斷其實咧目前比特幣嘅漲幅咧，其實係由呢個衍生品市場推動，就唔係由現貨市場推動嘅。嗱，現貨市場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目前咧全世界嘅金融產品咧嘅表現係非常之弱嘅。咁基本上其實喺一個傳統嘅世界入邊啦，好多人咧都未必會選擇去投資比特幣。咁因為咧其實有一個更加好嘅選擇，可能係黃金啊或者美股啦。咁但係點解要揀比特幣咧？比特幣係咪有啲咩好強嘅利好消息咧？咁佢又冇喎，係嘛？咁即係話其實目前咧市場推動佢上升嘅啦，好多時都係利用衍生品。咁就係因為咧，目前咧喺3月31號咧就會有一個季度期權嘅清算啊。咁其實咧期權係有分好多唔同嘅時間㗎，例如係1個月啊、1個禮拜啊，甚至係3個月都有嘅。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加密貨幣嘅分析師啦，我哋好重視咧季度期權。咩叫季度咧？咁就係3月、6月、9月同埋12月，每3個月就為之一個季節㗎。咁其實季度期權佢嗰個成交量咧係會比較龐大嘅。嗱，咁其實目前咧市場喺75,000蚊咧就會係一個最大痛點嚇。最大痛點嘅意思即係多空雙方咧都係損失最大嘅。咁呢個亦都係好多造市商啊、好多交易所啦好想睇到嘅局面嚟。因為如果咧買方或者賣方啦，佢哋其中一方係賺大錢嘅話咧，咁其實邊個賠啦？咁其實造市商係要有一個比較大嘅成本去做呢樣嘢，咁所以其實咧佢哋會喺75,000蚊啊，又或者係74,000蚊附近咧，會有好多唔同嘅手腳嘅。咁所以其實喺季度期權清算嘅前後咧，係會有好多一啲市場嘅陷阱。而今次咧就示範咗一次陷阱俾大家睇啦。嗱，咁其實咧我尋日都同大家講過啦，我嘅點位係喺74,000蚊嗰度做空比特幣嘅，咁然後76,000蚊止損啦。其實我嘅入場位置同埋我嘅止損止盈區域咧，全部都係有一個好精密嘅分析。嗱，咁最後啦，市場咧係冇去到呢個止損嘅位置嘅。咁我自己我平台睇咧就去到75,950蚊到啦。OK， 咁其實咧然後佢就開始落翻去啦。咁點解我會設定呢個76,000蚊做止損咧？因為其實76,000蚊咧係一個心理關口啦，第一個整數啦。咁第二就係76,000蚊啦，距離74,000蚊咧係有接近3%嘅。咁我同大家去講過啦，一個成功嘅突破咧，佢必須係要突破阻力位3%或以上嘅。咁第二就係啦，佢要企穩3日或以上啦。咁但係咧，佢今日咧已經係企唔穩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就算佢過往咧出現咗幾日嘅綠色 K 線都好啦，唔代表佢係一定會最後成功突破嘅。咁大家留意到啦，佢最後都喺呢個位置開始出現一個大幅度嘅回落。嗱，咁我同大家講啦，呢個回落咧只係啱啱先開始啫，因為咧佢依家先係真正顯示緊一個日線嘅超買行情，去到75,900幾蚊咧，先至出現呢個下跌。咁其實好正常嘅，因為我啱啱講個原因就係清算嗰啲空頭嘛。咁清算完空頭，下一步咧有機會就係清算多頭啦，因為咧目前嘅多頭累積嘅成交量咧個數量咧都係幾龐大嘅。咁加上咧就係個相對強嘅指數啱啱先開始回落。咁其實如果我睇4小時咧，佢呢度
係已經出現咗一個死亡交叉。嗱，除咗係一個超買情況之外啦，死亡交叉係更加重要，因為死亡交叉就真係確認咗啦，目前嘅市場原來個賣方係多於買方㗎。咁你睇翻過往啦，其實市場嘅下跌幅度都係因為死亡交叉而去繼續延續落去嘅。OK，咁所以其實市場嘅點解我話下跌嗰幅圖啱啱先開始咧，係嘛？咁其實4小時咧，如果你留意下啲 K 線咧，佢喺呢3條 K 線入邊都已經顯示咗一個比較龐大嘅拋售成交量。嗱，咁其實下一步要點樣做咧？下一步市場咧，如果佢喺美股開市之後跌穿埋72,800蚊嘅話咧，咁佢就會好大機會向住呢個71,000蚊嘅止盈位置嗰度進發㗎啦。因為咧1小時咧，其實你見到佢下跌幅度咧好龐大，再加上咧開埋布林線咧，佢已經係跌穿咗中軌。嗱，大家留意下啦，比特幣過往嘅升幅咧，佢冇跌穿過布林線中軌，但今次咧係好確實咁樣跌穿咗。咁所以目前咧短期嗰個拋售嘅力量咧都係幾龐大㗎。咁再加上其實我之前見過幾個例子，都係咧季度期權清算嘅時候咧，個空頭咧係來得都幾猛烈嘅。咁所以其實咧我哋美股開市之後咧，應該就會有分曉㗎啦。4小時其實咧佢都仲有一個好龐大嘅下跌空間。就算佢唔去到71,000蚊嘅止盈位置都好啦。咁其實佢嘅4小時布林線中軌呢度都已經係72,000蚊附近嘅。咁其實如果74,000蚊成功入場咧，都已經係有2000點嘅盈利嘅。咁所以其實市場咧係佢嘅下行空間咧係非常之豐富。咁我哋可以繼續去留意下比特幣後續嘅走勢啦。咁其實除咗比特幣之外咧，以太幣，大家留意下以太幣嘅超買情況咧，係嚴重過比特幣嘅。咁因為咧，其實市場嘅資金咧反而係集中咗喺以太幣度。咁但係係咪代表緊以太幣會升咧？咁我重申一次啦，一個真正強大嘅突破咧，係現貨市場嘅資金流入。但目前咧，市場嘅上升咧，主要都係衍生品市場去驅動嘅。因為咧，以太幣做呢波行情最主要都係要清算空頭，呢個先係以太幣上升嘅主要原因。咁既然佢嘅超買咁嚴重嘅話，其實佢好少啦，係去到呢個級別嘅。上一次去到接近95指數嘅位置咧，就係以太幣由2145蚊咧跌到落去1837蚊。咁大家留意到啦，當個超買情況咁嚴重嘅時候咧，個下跌幅度自然都係好誇張嘅。誇張起上嚟嘅話咧，係有機會會吞沒咗呢一批嘅多頭。因為我講過啦，清算完空頭，下一步嘅階段啦，好多時都係清算多頭，做一個多空雙殺嘅。同埋我啱啱留講就係比特幣啦，其實咧佢原本個阻力位係喺74,000蚊嘅嘛，係咪？咁74,000蚊呢度咧，你見到我畫咗一條阻力線。咁正常成功突破咧，就會大量上啦。咁但係目前嚟講，呢度嘅支撐阻力互換測試都失敗嘅話咧，咁其實向下嘅機會率就會比較大嘅。OK，咁所以我哋咧繼續去觀察一下市場嘅走勢點樣去做。OK，咁今日嘅分析咧去到呢度，我哋明天再會，拜拜。